乡亲啊，咱继续来看2022年台湾爆发大规模诈骗的案件，有侪少年人被骗到柬埔寨撞溃，互人抓集团控制领地，受害的人数有几啊千人。警方、民间甲国际团体拢加入救援，甚至家属阁付出着大笔的赎金，才突破万难，甲受害者救回来。这少年人伫就无人机进前，拢想讲离乡背井出国打拼，会有光明的未来。等到希望破灭，惊吓逃命，走回来台湾了后，因阁拄着啥物款的困境，阁要安怎重新来出发？采访团队的追踪报道，咱就为32岁小伟以变调的人生开始来讲起。这7天已经被转卖了4次，我一直到第58天我才成功跑掉。做错什么事情，然后被打，今天被卖到其他公司的话，对我的赔付金会越来越高。这一切都结束之后，安安稳稳的找个工作，赚到钱，能够让我家里过得好一点啊。小伟被诈骗集团骗去，在柬埔寨过真惊讲的58天。一下飞机，然后他们派人来接嘛，派人来接我就上了他们白色的车，然后到达大概开了20多分钟啊，到达他们的公司嘛。那他们公司一看那个就是民宿，然后再加上外面就是一个2层楼高的大铁门嘛。对啊，那跟他们给我的工作环境那些是完全不一样，差非常大。相差非常大，那我当下其实就有起疑，我就觉得怎么会是这个地方？进去之后，铁门拉上来，我到2楼隔离了2天，第3天他就叫我上4楼工作。我一听到要上4楼工作，我就知道不对了。我当时就知道要跑了。所谓的游泳池呢，所谓的健身房呢，所谓的拳击馆呢，他们那个就是就是跟民宿混在民宿里面，就是一栋，然后铁门，然后其他东西都很简陋。那提无薪水，想要离开，搁来倒贴赔人钱。开了一张那个就是赔付的金额给我记得大概是3400多美金。在1500美金30天来说的话，一天就是50美金嘛。然后你要走是不是 ？OK， 每天培训费20美金。住宿12美金，吃饭10几美金，其他用品、生活用品有的没的乱七八糟加一加50以上，那你可以去想一下，你每天帮他工作12个小时以上，还要倒赔他。为了自救，小伟开始准备逃亡计划。我从第3天我就知道要跑了，一直到第58天我才有机会走。时间到的时候，我坐下电梯，到了1楼，准备想跑的时候，那天那个警卫没有睡着。他是躺在沙发上，对着外面的落地窗看。然后我一下楼，我就跟他4眼对接，我瞬间冷汗直流了。他刚好翻身睡觉，我就慢慢走到那边去，反向跳，撑住后面的水泥墙，反向跳，利用一瞬间的弹力勉强扣到，给我跑出去了。然后我就一路冲。虽然小伟成功逃走，不过犹原无脱离险境。那跑出去之后呢？第一时间当然就是要先办那个护照仪式，其中一位警察就跟我讲说200美金办这个事情，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前面办不成功，他们不给办，找各种理由，是因为我们没有给咖啡钱，没有贿赂，所以我就跑到了当地唯一一间合法的赌场，随机问赌客，我问他们说有没有人需要按，边按然后边凑生活费，被软禁58天。出来之后，我还逃亡了1个多月，在金边逃了1个多月，就是流浪1个多月了。旅行社开给我的贿赂的钱180美金，他开收据了，贿赂钱要给警察的。反来证花了我80美金，所以总 total 是260美金。拍开门的空间是工作所在，嘛是工作室。30多岁小伟即马住伫新竹竹北做掠零的工课，受疫情影响，无啥物人客。伫2022年6月，伊去出名人力银行网站找工课，
煞经历一场真惊险的生死劫。中文的正式 offer 嘛，$1500到$1800的薪资嘛，那个营销客服嘛，职位嘛，对啊，其实都很完整。除了中文版，还给你英文版的 offer， 然后你可以仔细去看一下里面的英语的语法文法，你可以仔细看一下，非常的真实。当地的工作环境，还有就是住宿环境提供给我。对，然后他们提供的那些照片呢，是基本上是饭店式管理了，对啊，然后1楼有游泳池这样子，然后他们也跟我宣称说，他们有请游泳教练，然后有拳击馆有拳击教练，然后还有健身房健身教练。你如果来的话，其实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一下机他们会给你那个$200的生活费，都是线上面试啦。对，然后一面是一个台湾人帮我面试的，二面是一个内地人帮我面试的。问的问题也都蛮正常的，就比如说是你有没有类似相关经验啊什么的。那其实我觉得问这个在当下听起来都是觉得蛮正常的。南英国所有面试流程拢同款，无异常。搁加上小伟6年前就捌去过柬埔寨做交场的工课，连上烦恼的护照问题，对方的回答嘛真合理。这个护照什么时候会还回来？这个期限嘛？那依据我6年前的经验，大概是1个礼拜到2个礼拜左右了，对，不会超过。那也确实在当时，时间到了，我们就是有收回护照，所以我在问他们这个时间的点，他们也回答的是差不多的。他们当时提供给我的薪资是$1500到$1800的。对啊，那对我来说，这个并不是什么高薪啊，因为我6年前大概就是领这个薪资，6年后通膨后还领这个薪资，我就不觉得它是高薪了。我疫情前平均在台湾可以赚到的薪资吗？79000多吗？对啊，疫情后剩这样啊，11970啊。去柬埔寨想要拼一个转机，却拄到更较大的危机。将近100天的恐怖经历，敢若是伊的一段意外人生。小伟回来台湾了后，继续做猎人的，烦恼有较侪台湾人哄骗去柬埔寨，都家己做资料上发来台北西门町，伫家路哪猎人，哪趁钱，哪提车少年人，就算拄到困境，目睭嘛会爬好金。以我的个人经历，我会觉得我没有时间去难过。我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心情。如果你真的遇到经济上的困难，回来饭都快没得吃了，你无时无刻都在想办法赚钱，全部都是我的真实经历。对，我用生命演的这一出，如果我其中一个环节出了差错，我可能人就在柬埔寨回不来了。2021年开始，对杜拜到柬埔寨诈骗和跨国人口贩运演变做全球危机。2022年，台湾有超过4000人去柬埔寨，小伟是这个少年人的缩影。逃出了的人生带来什么假事？安怎重新启动？少年世代的严峻考验，更需要思考，继续走向未来。咱继续要来探讨柬埔寨诈骗的案件。为什么会有遐尼侪人落入诈骗的圈套呢？第一，有人看到薪水真悬去互省去；第二，疫情之下头路歹找，想要趁紧钱；第三，都是有这种的心态，想讲外国的月娘较圆，外国较好趁食；第四，少年人有企图心，希望会当挑战更较有前景的工课。但是，敢讲台湾的就业环境，互少年人看袂到希望咧。若真正想要出国去创课，阁爱强化自身什么款的能力，善用企业的资源甲管道咧。咱继续来探讨。这7天已经被转卖了4次。我一直到第58天我才成功跑掉。我出了什么事情，然后被打，今天被卖到其他公司的话，就我的赔付金会越来越高。
这一切都结束之后，安安稳稳的找个工作，赚到钱，就能够让我家里过得好一点啊。主要是打我的屁股跟我的肩颈、背，然后颈部这边一直电，而且被电击的周围就是皮肤会起颗粒。用手机目扣电到部位，已经看袂到伤痕，不过捂伫心内创伤，疙瘩还阁真清楚。我要求救的讯息啊，被他们发现啊，然后我有就是把公司的位置啊，就是讲出去，然后他们就很生气啊，他们就拿那个电击棒电我啊，然后打我。都是手术跑不掉，跑掉就是脚会打断。他是一个男生，花莲的，他就是被抓到说他有拍公司的人照片，一边打一边弄在我面前。他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其实已经是鼻青脸肿了，整个脸都肿起来，然后直接在我们面前把他的腿打断。工作不好好做的话，去转卖身上的那个什么眼角膜啊、卖身，看有多少。被同性的一个男生，他可能态度就是比较消极，可是没有改善，然后他就被扒头，然后被踹。一个他不小心泄露公司的讯息，之后他被转卖，之后再看到他的时候，就是他身上其实都是伤口，变得有点神志不清。这是2020年红拐去柬埔寨做工课少年人差不多拢会发生的代志。我每天都在想着我明天要怎么办，我要怎么样，就是在这里活久一点。到机场之前，我们都是不敢松懈的，直到真正的上飞机之后，我们才可以安心好好的睡一觉。年岁20岁A先生，嘛是伫咧柬埔寨，经过3个月生死存亡，互救返来台湾的受害者，伊讲面对大大的生活压力，才想要冒险去柬埔寨赚钱。他那时候就跟我说啊，在那边都是客服人员内容，就是听起来就是没什么问题，可以放心，就是不像新闻讲的那样。你看我也做给你看了，因为那时候他讲的就是太漂亮了，加上说他又拍摄环境啊，然后也有拍就是他的工作开出的薪水条件是1万美金左右。对方提供一个月上少30万台票薪水，这个无合理。和当时真侪去柬埔寨少年人同款，拢扣钱骗到公司，为了发现是陷阱，想要走嘛已经袂赴。就是心急嘛，就很缺钱，经济上有临时上的困难，就是说突然发生了很多事，他人一急，判断力就下降，直到说真的开始做才知道这是诈骗。你要回台湾就是付赎金60万，要不然就是在这边好好工作，不然就把你卖去别间公司，就给我这3个选项而已。A 先生今麦食假期，准备做兵，伊捌做过临时演员，伫咧夜市摆摊，疫情之下有影真歹讨赚。我要就是好好的，就是赚到钱，然后能够让我家里就是能够过得好一点啊。这个愿望对即卖少年人来讲，恐惊永远做袂到，才会甘愿冒风险去海外吃头路。这一次的问题其实蛮多是年轻人居多嘛，就是有点像我们讲的关键就是快速致富的一个诱惑。毕业之后就可能就是背负了4年的学贷的压力。第一个我想要还我的学贷，第二个我可能希望是不是能够也许解决家里面的债务或是他个人的一些债务的问题，又刚好这个好像是可以有这种赚快钱的机会。对他来说，其实如果说有这样的机会，他当然希望能够好好把握。那殊不知这个是一场非常严重的骗局，赚的钱跟你所要负担的一切比较不成比例。现在台湾职场环境是让人普遍，不能说全部，普遍是让人可能没有那么舒服的，就导致说年轻人会比较容易就是受到影响。对低薪水阁忝人的台湾这场感觉烦恼，对国外工课充满期待和憧憬。专家分析，少年人社会事捌无深，对博缴产业较会产生错误的想法。台湾没有就是合法的赌场，所以我们去做荷官这件事情，我们并不知道荷官的一个背景知识是什么，或者他大概赚多少钱。对于这个工作的这个背景知识的不足，被骗的可能性就会增高。看到他整个所谓的国家的收入的排行榜，他其实可以算得上是倒数的。为什么他的薪水可以高到超乎想象？
专家嘛分析，海外工课薪水合理性，非平均国民所得，普普嘛看会出来。连银行业者嘛建议，若真正想要去海外发展，伫台湾嘛当找到机会和跳板。他也不觉得你需要一些特殊的技能，也不需要外语能力，却要派你到国外去，一个月可以赚好几千块钱，甚至好几万的美金，而且还包吃包住。其实这中间就有一些蹊跷。出国去工作的时候，你要先试想：第一个，你是不是了解当地的文化；第二个是你是不是能够接受公司的文化；那第三个是你了不了解你现在的工作；第四个是你具不具备有到国外生存的能力。然后他们公司刚好有外派的机会，你在公司内部做这样的一个申请跟调职。2020年，台湾爆发柬埔寨工课人抓诈骗事件，强强要成为新形态国安危机，和行政院拢成立跨部会小组紧急救援。不过，这少年人若回来啊，因的未来要安怎行？对生活、对工课，敢有才调？敢有迄个能力化解？人生的意外旅程，敢阁会当累积教训，正做动力？挑战还阁伫咧眼前。